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嘉新闻，我是蔡小军。新闻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基北北桃首度与4至自首桃台新基打造北台的旅游品牌，取韩文谐音为神奇的地方，向韩国观光产业业者及韩国媒体宣传北台湾的一站式旅游魅力与观光亮点，欢迎他们来台湾旅游。这是首度由基隆、台北、新北、桃园4个北台城市携手合作，前往韩国进行观光宣导，以 Next Travel for City 为行销主题，用桃台新基打造北台的旅游品牌，韩文谐音为神奇的地方，成功吸引了上百位韩国组团社业者及媒体到场参与报道。这次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江庭梅局长、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王秋东局长、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杨宗明局长及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周伯莹局长，率领4个城市近100位的观光旅游业者，组成最强的行销团前进韩国，并透过旅游推介会及媒体见面会来宣传北台湾的观光行程。这次我们非常开心哦！我们这次基北北桃是第一次破界破城市跨域的联合推动我们北台湾的旅游，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推广，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基隆。那这一次呢，我们基隆呢，在这一次一个旅展在这个国际旅展上面呢，我们希望推出我们的伴手礼以及我们的一个旅游观光。那当然，基隆还有一个最棒，我们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会开始推我们的无形文化资产全台湾列册第1名的中元祭，希望透过中元祭可以带领大家来到这边好吃好玩，以及观赏我们的祭祀活动。我们基隆有全台独一无二的祭祀活动之外，我们还有最美的基隆屿，还有我们的和平岛，以及我们很多的伴手礼。那基隆的伴手礼最好吃的有我们的帝王酥，还有我们的马告咖啡，还有我们的奇柚酒等等，都希望今天所有的旅客来到基隆都可以带走一份礼物，也希望明年每一年大家都可以来基隆带走一份平安。推广活动充满浓浓的台湾味，希望透过一个综合的力量，展现台湾迷人的文化观光特质。尤其基隆是北台最重要的国际港都，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历史，还有相当多元的美食文化。非常开心，因为这一次很高兴可以代表基隆来到韩国，告诉所有的韩国好朋友们，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棒的国际旅游海港城市。我们有海洋文化，有400年的历史文化，还有我们有充沛的所有的我们的夜市以及我们的小吃。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推广，让大家看到基隆，走入基隆，感受基隆。我觉得这一次感觉是很特别的，我们可以突破跨界，然后可以让大家感受我们北台湾4个城市的一个力量。我们希望透过联合的力量，能够让大家一系列从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然后一起透过5天4夜也好，4天3夜也好，可以慢慢感受我们这样台湾的一个温暖，以及台湾的一个美丽城市。这次透过基北北桃综合的力量，展现北台湾各具特色的观光亮点，也让韩国重新看见基隆的深厚海洋文化魅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新北市政府从109年起就推动发放育儿宝贝袋，年年优化内容物。今年宣布推出 4.0 版，制作3万900份，分送至新北各区的户政事务所。凡新生儿的父母办理登记时都会拿到哦。新北市政府社会局每年媒合民间善款制作育儿宝贝袋，并普发给新生儿家长。今年推出第4代，提升宝贝袋内容物，将第3代品项中的积木及洗澡书优化为安抚经及绘本。我想这一次这个育儿宝贝袋4.0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绘本，也让将来的家长、父母一起陪伴孩子来共读。那第2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安抚巾，也就是我们这个熊果。
因为这是我们新北爱小孩的代言人哈。那我们有一个熊果金，那让这个妈妈带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可以安抚孩子的情绪。那我想整个育儿宝贝袋从即日起就可以到我们的户政事务所，你去一登记出生，就可以领到我们刚刚我们爱丽丽那个的育儿宝贝袋4.0。新北市政府副秘书长柯庆忠表示，新北市育儿宝贝袋设计适用年龄0到2岁的幼儿，打造给新生儿最贴心的祝福礼，并陪伴新手爸妈入门的宝贝袋中有6项教具，强化幼儿适用的内容，并兼具游戏与检测的功能，可以增强幼儿各项能力。新北爱小孩，那今天是我们育儿宝贝袋4.0的这个开箱。那即日起，我们在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如果我们的妈咪去登记小朋友的一个户籍的时候，同时可以领取。那我们新北市对于推动育儿的这个部分不遗余力。那从明年开始，我们在生育奖励金的部分也会全面提高，从第1胎、第2胎、第3胎，我们会把它调整为3万、4万、5万。那此外，我们在学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补助、育儿津贴，还有托育的这个的津贴呢，也都有来做补助。那希望我们新北市创造很好的一个育儿的这个环境。新北市社会局长李美珍进一步说明，即日起到户政事务所办理新生儿出生登记，新北市将会赠送1份育儿宝贝袋，包含外带、使用手册以及6样适性玩具。记者根基新北采访报道。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宣布，7月13号开卖的台湾好行北投到竹子湖线的小九公车系列套票，要带民众暑假畅游阳明山美景及新北投温泉文化之旅。小九来连线，幸福在花线，上车就出发。雄赞又来行销台北观光。7月13号开卖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线共7款小九公车系列套票，每款皆含北北基好玩卡。开卡当日无限次搭乘台北捷运及北北基公车，搭配北投夏日魔法节，轻松畅游北投士林阳明山。持小九公车套票还可以享超过30家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线沿线合作店家专属优惠，套票专案价更下杀4-5折。透过大家的努力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对于游客的这个便利性更加提高。那我想台北是一个推动绿色旅游的城市，那希望大家都能够透过坐公车、坐火车，或者是最后坐捷运，然后骑脚踏车、步行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绿色旅游，能够让台北市目前正在积极推动的永续发展部分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能够彻底的成功。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各位那我们这次推出的这个套票总共有7种款式它有这个跟抵用券或者是跟门票配合的，总共有7种样态，欢迎这个大家来选用相信再加上新北投温泉文化列车公车加入之后让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可以更普及、更周全。那在这里要拜托我们台北所有的商圈业者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希望我们用我们台北人的这个热情，能够让他来了之后呢，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游因为根据统计里面目前韩国旅客到台湾来，应该算是在台湾的旅客里面排第3，但是在韩国出国的旅客里面也是排前几名的他们会来这边，并且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基本上对于台湾的人情味以及台湾的这个安全他是非常的这个信任的所以我们期待让好朋友们到台北来都能够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环境能够更好，让我们能够提供来到台北的旅客最佳的接待，让他们像现在一样一而再、再而三、3而4、4而5。一直不断的来，我觉得北投不只是我们台北的骄傲，更是台湾的骄傲。北投好山好水好吃好喝好玩那今天是我们小九北投跟竹子湖的这个连线的记者会，那大家其实要很清楚啦我们的新北投是我们温泉旅馆这个住宿休憩发展的重镇，所以我长期以来一直跟我们的蒋万安市长说他正在大力的推动文化小旅行我说北投需要的不只是小旅行，需要的是2天1夜深度的旅游，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我们在市府这个局处的支持之下，今天也促成了我们小39的巡回哈。那跟大家报告，新北投车站是我们北投地区观光客第1名的地方，那第2名在地热谷。但是这个小39呢，它其实贯穿了包括我们的硫磺谷在内，总共有9个文史的景点，所以我们希望借重这一台小39的路线，可以把那么多的观光客带到更多北投观光的地方。然后也可以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啦，哈，北投除了我们的温泉、除了竹子湖之外，未来我们的七湖的运动的游泳运动馆的新建，会有一个专属的艺文表演的场所。希望说，让我们新北投住宿的夜生活可以更丰富，可以有电幕剧，可以再会把北投在那边来表演哈。那未来我们的这个10排的5分港溪也是临近北投非常适合观光的景点。然后最近刚落成的关渡的这个货柜码头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们希望在我们议会所有的议员的这个努力之下，可以让我们北投发光发热，让全世界都知道。市府今年也推出新北投温泉文化公车小39，每周5、6日行驶于新北投车站到硫磺谷，陪伴旅客细细品味新北投特有的温泉文化历史，并首发限量1000张珍藏版纪念票券，39元即可1日内无限搭乘畅游周边景点。那我们台北市今年更增加了新北投温泉文化公车啊，也就是我们的小39。相信小39加入之后啊，一定可以让我们到享誉国际的新北投阳明山地区来的好朋友们啊，可以更加便利的来玩遍每个地方，并且买我们当地的最好的这个伴手礼哈。那我最近刚从韩国回来，其实韩国的白天也很热，但是奇怪它在没有太阳的地方啊就凉凉的，但是台湾目前在没有太阳的地方还是很热，但是没关系。这也就是代表说我们台湾人的热情哈。那相信我们这次到韩国去啊，因为透过基北桃一起的这个行销让这个北台湾的能见度更提高哈。那相信这个国外的 FIT 或 GIT 的旅客啊会增加，那也期待能够增加我们商圈的这种能够业绩能够更好。观团局也首次推出士林北投大连线套色集章活动，游客于指定店家或旅客服务中心收集4册印章，完成集章即可至新北投车站现场抽奖换好礼。奖品包含温泉会馆双人房住宿券、北投在地农业礼盒等多项大奖。记者温君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桃园车站路段铁路地下化 CJ12标工程举行动土祈福典礼，全长17.9公里，将设置8座车站，预计119年底完工，并在2033年全线通车。车站路段铁路地下化 CJ12标工程10号上午举行动土祈福典礼，计划路线从新北市莺歌区凤鸣路桥到桃园市平镇区台66线，将设置8座车站，包含改建桃园内壢、中壢3座自有车站，以及新建凤鸣、中路、桃园医院、中原、平镇等5座通勤车站，全长17.9公里，预计119年底完工。那么配合这个桃铁计划，今天这个新站终于可以开工。我们很期待说未来的若干年这个施工可以顺利。那么当然，我们市政府有很多配合事项，刚才市长也讲了，包括我们这个捷运绿线的施工的这个前期跟后期的配合，还有周遭我们的都市计划调整、交通路线调整，还有我们这个市容的这些更新哈，我们都会积极来配合这个车站的重建哈，打造一个新的，不只是一个车站，以车站为核心的一个桃园最亮丽的一个市区。谢谢。交通部政务次长表示，桃园铁路地下化路线将消除20个平交道、8座路桥及8处地下道，桃园的都市面貌将更新翻转。新站也将与捷运绿线及东线共构，提供更便利的交通服务。期盼在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努力下，让桃园新站如期如职完工。那桃园新站的这样的新的站体的一个开发，又跟这个桃园的绿线能够相互的连结，可以让民众呢而后在这一个车站，不管是台铁的车站呢，或者是捷运的车站，来互相的转乘呢。
到这个鼓励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的一个这个目标哦，而且整个桃园新站的一个设计哦，刚才我也说明了，它其实是结合了这个现代艺术美学，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历史人文的一个新的一个车站哦，所以我们很期待哦，相关的一个施工团队能够如期如职的把这样一个车站完成呢，带给桃园市民一个美好的一个出行的一个体验。立法委员万美玲表示，桃园的地下化预定2033年全线通车，计划推动了整整9年，但交通部透露1048亿元已经花完，地下化整体工程进度却仅有30%，估计还需要数百亿元。目前还有3标主体工程，12个土建标跟机电标也还没发包，恐怕会影响通车期程。现在我们还有这个凤鸣站，然后桃园医院站，然后还有这个内壢站哦。那现在这主体工程还没有发包出去。那同时我们有12个这个土建标跟这个机电标也还没有发包出去哦。那我想这些都要请这个交通部这里我们加快脚步来做，因为真的期待了很久，也等了很久了。那特别是刚才特别提到的，因为我们希望不要增加桃园市政府的负担。现在我们因为整个工程1048亿的经费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希望交通部赶快跟行政院请哦，我们大概还需要大概700亿到800亿左右的预算才能够完成整个桃园铁路地下化哦。那这是市长非常担忧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这笔经费能够赶快在行政院有专案来核拨下来。桃园新站完工后，可缝合铁路两侧，并带动沿线土地有效开发利用，对提升桃园地区铁路运输服务及加速都市发展有极大注意。铁道局表示，近2年因物价波动，公共建设计划都有必要调整，预计年底前会修正计划新增经费，明年下半年前将剩下3个车站发包，不会影响到全线2033年通车期程。记者赖伟一统报道。高铁新建传出高雄案有可能败部复活案，引起地方的讨论。立委许智杰就认为，高铁进高雄可以延伸至凤山，对高雄的发展有助益。从长远来看，即便是经费高，还是值得。高铁延伸线传出已定案的左营案应有营运风险，而让进高雄车站的高雄案败部复活。身为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委员的立委许智杰则认为，双轴心的高雄案，甚至是再延伸的凤山案，对南台湾发展都有帮助。我是认为台北有3个高铁站，有3核心。那高雄现在有一个左营，一个核心。如果高雄车站也能够设计好的话，就至少有2核心，甚至到凤山车站有3核心。那现在你可以看到陈菊市长跟陈其迈市长这几年来，你包括亚洲新湾区的发展，包括未来我希望把高雄市定位成 AI 首都，这样子一个格局。那南高雄又大部分的人口集中的地方。所以我认为高雄车站应该高铁要延伸过来。但高铁进高雄车站粗估需要1200多亿的经费，比起从新左营直接进到屏东，足足多了1.5倍。再进凤山，经费又将增加。但委员认为，以长远来看，还是值得。做事情要有远见你可以看到50年后，如果高铁只有1个核心，而没有2核心或3核心的话，其实南高雄会比较衰退。事实上，以前毛治国跟吴敦义的时代，就是因为说经费不足，就考虑到经费问题，而没有这样子一个眼光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其实长痛不如短痛，我们可以短时间也许经费上会比较就是拥塞比较不够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尽量去筹措。让这一个目标，高雄2核心或3核心，可以完成。而高雄车站周边商圈因高雄铁路地下化施工过久而没落，是否能再承受一次漫长施工，居民意愿也得考量。期望完善的规划为南台湾发展打下基础。记者李佳龙、吴佩珊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台北马拉松开始报名喽！今年的赛事主题重新定义，让大家重新定义自我的极限。台北马拉松也升格为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赛事，全程及半程马拉松将在12月15号登场。
2024台北马拉松将于12月15号登场，目前开放报名参赛。去年首度引进的早餐跑也扩大举行。另外，为了响应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的公路赛项目，今年也新增了9公里世壮运加油组。被很多跑手视为年底最重要的一场赛事，也算是期末考的台北马拉松，今天正式宣布开始开放报名。从1986年至今将近40年的时间，今天正式向大家宣布，台北马拉松获得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的认证。谢谢辛苦的市府同仁、伙伴、赞助企业、协会，大家共同的努力，为我们争取到了金标签，是全台湾目前最高等级的马拉松赛事。当然，这过程其实并不容易。我们不管是从选手、裁判、工作人员到志工，每一个规划的环节，我们都尽全力的符合金标签的标准，甚至更好，就是希望万无一失，在今年能够争取到。当然也谢谢我们地方很多团体，包括慈幼宫陈玉峰董事长、公庙大家大力的支持跟协助，让我们争取到金标签的认证。另一方面，台北马拉松也是全球第一张获得英国标准协会 BSI 碳足迹查证认证的马拉松赛事。大家掌声鼓励。这也结合了我们台北市努力施政愿景的永续共荣，希望首都最重要的前面两个字永续，让我们的马拉松赛事不只是金标签的认证，而且是绿色马拉松的赛事。另外一提，去年我们首度纳入了3公里欢乐早餐跑，我们希望不分年龄，大人小孩都可以一起来参与。所以去年第一次3公里欢乐跑就有5000人报名。那今年我们除了维持3K， 我们另外加了9K 世界壮年运动会加油，也就是为明年2025世界壮年运动会在双北举办做一个暖身所以我们希望让台北马拉松这个赛事最具特色的城市型赛道，经过台北市各个地标特色景点，我们也希望不分年龄、不分族群、不分性别，大家一起来参与这项金标签的马拉松赛事。中华民国田径协会自从2019年我们台北马拉松向世界田径总会申请铜标签认证以来，已经第6个年头。那么今年终于我们取得了我们世界田总的认证的金标签的任务，所以刚刚市长也讲过，是不是大家来鼓掌一下好不好？这些都是我们市政府团队以及所有的在座的贵宾的一个成就。那么今年的马拉松也是继承往年一样，我们继续往节能减碳、绿色、永续的方向来进行。同时，我们也增加了很多的赛事的组别，同时增加了很多的一个趣味的一个活动，那么让更多的跑者能够来多来参与。那么我在此仅代表中华民国田径协会，感谢市政府团队的多年来的努力，以及所有赞助厂商的这个协力，还有工作同伴的所有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台北马拉松能够在世界上发光发热，这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我们非常的欢迎喜欢路跑的朋友，大家踊跃来报名。同时，我们也要特别邀请我们台北市的市民，大家来给我们台北马拉松当志工，或是当我们的啦啦队大家共襄盛举。
其实呢，我还要再强调，我们刚刚市长讲过的，我们比赛的前一天，12月14号，我们要举办一个马拉松早餐路跑，我们希望大家扶老携幼，不管男女，大大小小都来参加，共襄盛举。台北马拉松今年也特别找来参与历届马拉松的退役精英选手回娘家，以及台湾马拉松纪录保持人许基胜分享赛事经验。他也宣告要参战9公里组。台北马呢，从1986年开始，那中美田径协会呢，也为了要提倡跟提升国内的这个马拉松选手呢，所以邀请了世界的好手。那当时的一个马拉松的一个丈量非常的辛苦。就当时的基胜小姐，她用那个100公尺的这个钢尺，然后这样测量出来的，所以呢，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赛道的一个规划。还有我们在起跑的时候呢，是在总统府前面的广场，起点、终点都在那边。很重要一个是我们要先参加升旗典礼，完了之后才开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适逢台北建成140周年，台北马拉松也升格为世界田径总会金标签赛事。今年主题重新定义，邀请大家重新定义自我的极限，冲出佳绩。记者翁俊台北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巴黎奥运即将在7月26号登场喽。总统赖清德亲自将国旗与团旗授予中华奥会主席兼团长，总统也特别颁赠了加菜金20万元，期盼选手们为台湾争光。团旗挥舞，祝福大家旗开得胜，凯旋而归。赖清德总统现身高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亲自将国旗及代表团团旗授予主席兼团长林鸿道，再由林团长授予代表团总领队。中华奥会副主席张焕珍将为国争光的任务与荣耀寄托在选手们身上。能够站上国际奥运的舞台，固然是你们追求梦想、人生的成就，但实际上大家的表现也是为国人所关注，凝聚国家团结的力量。你们也等于将台湾推上国际的舞台。为了让选手们能够更有力气为台湾争光，赖清德总统也特别颁赠20万加菜金，并赠送圆满玉手给予代表团，期待能献上满满的祝福，为选手们加油打气。动作吧，希望你能够威震巴黎，好不好？谢谢，谢谢。对于这次赛事，许多选手都做足准备，希望能够为台湾争光。台湾第一位登上霹雳舞奥运舞台的选手孙正，也期待能够舞出好表现。就是希望可以展现一个载智力吧，也要证明说，其实在我这一辈的台湾舞者，我们是跟上时代的，对，我们是跟在航流，就是这种潮流的前端，就像这种感觉。因为其实 breaking 的选手的改朝换代其实蛮快的，5年，可能一个舞者带了新的风格冲击这个圈子，大家就又都不一样，所以就希望证明说我们可以走在这个前面。而第二次挑战最高殿堂奥运的跆拳道选手罗嘉玲，则希望这次能够健健康康出赛，奖牌颜色能够更上一阶。这次的话就是有一种熟悉感，那也是希望就是自己可以给自己不要太大的压力，对，然后对整个奥运的赛事其实就是会比较了解到它的整个流程，对，所以其实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么紧张就好。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一样，希望自己可以健康的上场，那也希望就是可以超越上次的奖牌成色。举重女神郭婞淳近期也因伤势所困，但她也依旧努力享受过程。现场也谈到被鼓励的话时，忍不住哽咽而红了眼眶。有非常多人鼓励跟支持，那我想最暖心的就是希望你好好比赛，享受比赛，然后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再受伤，这样。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很大的一个鼓励了。那我也很就是我也希望就是用就是呈现一个非常好看的比赛，然后来回馈大家这样子。但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样子，对。
许多民众都期待这些台湾健儿们能够为台湾争光，而更重要的当然是健健康康的完成赛事，并且展现实力，为台湾争取最高荣耀。记者朱建伟、周福庆高雄报道。再带你来看，从2018年立起的高雄车站战撑墙，在今年的7月完成了拆除作业，地下中央广场正式成员。这个划分南北高雄依旧传说中的38度线正式被破除。整个地下工程预计在年底完成施工，在明年的1月就可以全部同步启用北中南3座地下广场。高雄车站中央地下广场的战撑墙，历经多年，终于完成拆除，打破了这个划分南北高雄已久传说中的38度线。现在从手扶梯上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中央广场，过去那面阻挡视线的墙壁消失了，看到美区的工程持续推进，也可以感受得到这座施工已久的车站，终于工期也进到了尾声，让许多的人都相当期待。然后来关心一下我们做的那个市政做的漂不漂亮？差不多了啦，今年已经到年底差不多了啦。我印象中2-3年前就开始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也期待之后会长怎么样吧。就是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希望他做个停车场。中央市的下镇广场大概已经主体的工程大概已经告端了，现在后续在做一些装修的工程。那所以我们上礼拜把整个战墙拆除完之后，我们就把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格栅的一些部分把它拆除下来。那也让民众可以看到说，其实我们整个后续的中央广场其实已经在步入后面的一个阶段了。战撑墙打除之后，北面区域还在持续的赶工中，预计在明年的1月可以同步开放北中南3座地下空间，民众可以直接在地下通道进出站，或是前往搭乘公车，以及使用等待已久的车站停车场，不用再走到车站外扛的烈日和风吹雨淋。从那边也可以过去九如路，对，比较方便，那做得很大，很漂亮，比较快就可以到火车站，不用走那么远的路。因为高雄比较热，所以盖这种地下道当然会比较凉一点。这一标的工程是到今年的12月份会整个竣工，那当然后续还会有一些消减的一些工作，那还会跟台铁公司还有相关捷运的一些动线会做一些相关的一个联合检查。预计大概顺利的话，会在明年初了可能会在1月底的这个时间点。将来的开放是整个北中南的象征广场一起来开放，供民众来使用。从2018年立起的战撑墙，如今也完成了它的任务，功成身退。高雄车站的重建工程已经进入下半场终局，期待它的完工能够带回过去的战前风采。记者孙军高雄报道。接下来要带你来看超过300年历史的府城下土地总路进庙，在2年前重新修缮，前一阵子举行了入火安坐仪式。适逢台南400，庙方也祭出了400只招财金龙，以及限量400碗黄金肉燥面，免费送的活动，将满满的财气分享给信众。3、2、1。在台南市民政局长江凌煌和多位议员贵宾的见证之下，位在台南市北区忠义路上的府城下土地总路进庙土地公欢喜入新庙。今仔日会当甲所有永久的这个建筑，会当过来重新大家重建起来保持原来的这个面貌非常这个难定总路进在1983年因为道路拓宽迁址。当时透过工法把庙体抬高移动20公尺，定位后再进行整修，延续100年香火。特别的是，正殿符的正神是手持灵芝，而非常见的拐杖或如意。开基神像则是以木雕为基底，再以泥塑制成，是近代透过 X 光机透视后才解开的100年之谜。伫咧2年前，因为这间庙宇已经较久就有地基下线加漏水，所以阮就来甲整修2年后完成。当然就是阮这信徒大德，大家安尼同心协力来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这嘛是咱地方足侪人的信仰共同的信仰中心。为咱的临时会馆即摆用好今日会当开始邀请咱各位信众来拜拜。这次入火安坐，庙方也广邀信众来共襄盛举，而且适逢台南400，巧遇土地公礼出，机会难得。
寄出400只招财金龙送给前来祝贺的信众，同时隔壁的面馆也免费送限量400碗黄金肉燥面。咱因为这个感恩的心吼，咱想讲伯公啊，入面咱来互老人不过大家卖讨济啊。手工熬煮的肉燥香气扑鼻，受到不少客人的喜爱。加上庙内近20尊福德正神加持，希望大家平安招福又招财。记者收回来台南报道。继基隆中元祭之后，和平岛社灵庙三府王爷海上油浆经由基隆市无形文化资产审议会通过，登录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基隆市政府在王船油浆庆典这一天举行了受证仪式。画面上是和平岛王爷海上油浆正式登录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受证典礼。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将证书颁发给和平岛社灵庙管委会，让庙方相当感谢。这项和平岛地方上的传统宗教盛事，借由王爷巡江，保佑渔民丰收，也布施海上的好兄弟。今年更吸引300多位民众报名搭船，跟着王爷海上油浆体验传统民俗。油浆路线从正滨渔港出发，前往深澳渔港的碧云宫、八斗子渔港福清宫，再进入基隆内港的城隍庙，让传统祭典仪式逐渐发展为地方上别具特色的文化庆典活动。这个是我们列为第2个无形资产的，第1个是中元祭。那基隆其实庙宇非常多，那基隆的海上文化也非常特别。王爷油浆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持续着，很希望借由文官局成立，可以将更多的活动带进去，让更多的人认识基隆。今天非常开心，我们来到这个和平岛这个社灵庙三府王爷，那这已经是被认证成这个我们基隆市的无形文化资产。接下来就不止我们的文化观光局的资源，还会有中央文化部的相关资源进来。我想对和平岛的历史的演变来说，可以让大家更认识我们和平岛从过去400年前的开始的演变，然后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渔民的生活，会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和平岛的相关的一些不管是我们的特色，还是我们的庙宇，还是我们油浆的文化，甚至我们渔民捕鱼的文化，我想还有我们在地原住民的文化，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无形文化来让我们世人可以看到我们和平岛的特色。受证现场贵宾云集，包括基隆市政府文化观光局长江婷梅、基隆市议长童子伟跟多位议员，还有连江县的议长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代表，大家都很开心。这项和平岛的民俗盛事终于登录为基隆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将吸引更多人深入来探访和平岛的人文历史。都算是有功，有阮的婚姻的庙。就是也是伊嘛是王爷啦，就是来阮兜地香会转去的。有的就是，当然阮会注重这个港口，港口伊若大，阮就足好处理的；港口若细，阮就歹处理。然后阮阁有分港内甲港外，那为着安全，阮大部分拢会选港内。像今年的碧云宫就是咧港内，阮去到遐足欢喜，文化工作嘛足欢喜，因为迄个港足水的，足快哦。因为大家都搭配得很好，因为我们是一个专案，那各方面都很配合我们。对啊，就是说，像社灵庙的话，是乾隆时代的庙嘛，它最远的那个子孙庙，那个福隆东龙宫嘛，那旁边还有张府宫一大堆，南亚都是拢分出去的。真的，我们这边分。哎呀，拢为了分庙出去的啊。迄是日本时代的时阵，你盖迄个国民政府的时候，那个万木山这边也有啊，就西岸这边也有张府王爷庙啊。我们这边是住海边的，所以它要在中国大陆是禁江，在这边是禁海。禁海，就是把那些海的不干净的东西出去，所以它出去的时候，它会丢那个什么，丢根衣啊。那个信仰，那大家同力的合作，那在海上来完成一步一步的一个祭祀的一个活动，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感动的。那所以在前几年呢，蔡里长也特别提到说，希望把这个海上油浆的这个祭祀活动，把它努力来争取，看看能不能列为基隆市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那通过这几年的一个努力之下，终于可以获得基隆市的一个文资审议委员的一个认同。那我想接下来这个文化祭典活动将会是除了基隆中元祭以外基
基隆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资产。那也希望说各位市民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在农历的一个6月份，也可以随时来关注三府王爷的相关的一个活动。我相信大家如果一起来体验，可以看到基隆市不一样的海洋文化的一个另外一个面向。其实我们和平岛呢有400年的文化历史，在整个我们大航海时代就非常的活跃。那我们三府皇爷也守护我们和平岛这间庙，就社灵庙，大概守护了将近快要250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海上游江文化，其实对我们中正区的渔民守护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那近年的这个海上游江参与的观光人潮也越来越多，也期待认定为无形文化资产之后呢，能够像东港的王船祭一样，能够盛大举办。今天我们获得无形文化资产的资格，中央的资源会挹注进来，但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文化观光局需要将这样子的传统文化，让它变得更年轻、更轻易，也让更年轻的家庭可以认识说，哦，为什么以前会有和平岛的王爷来到这边，以及王爷怎么守护我们江心。今天是基隆市非常重要的日子，也希望未来基隆市的文化观光局都能够以让我们的本土文化更年轻、更亲近，然后带动城市的发展。我们大概报到100名就会把它那个网络关起来然后有人就会打电话来老朋友的啦，就加大概都今年跟去年都是120位左右，对。那游客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来参加这个游江呢？当然这就是这个信仰问题，跟我们给那巴图骂赶快，其实好远哦，不好走，可是大家走得很欢喜心。和平岛社灵庙表示，包括游江和绕境等一系列活动，都固定在农历6月15三府王爷圣诞期间举行。未来除了致力保存这项传统文化，也将推动让更多年轻世代来参与互动，共同来体验这个在地文化庆典的魅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再带你来看全国国小及幼儿啦啦队锦标赛首度到基隆举办，市长谢国良参加开幕活动，欢迎亲子朋友到基隆，也亲自颁奖给优胜的队伍。肢体动作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全国国小暨幼儿啦啦队锦标赛首度在基隆市立体育馆举行，包括市长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景洲、中华民国台湾竞技啦啦队理事长张玉泉、教育部体育署主秘吕中仁，跟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主委郑凯琳议员、市议员何淑平，跟立委林佩祥秘书黄生栋等贵宾都到场参加开幕活动，一起为这些啦啦宝贝们加油。小孩爸爸最喜欢看到小朋友了，所以今天看到我们的啦啦队锦标赛，看到这么多国小还有幼儿园的小选手，真的非常开心。也感谢我们这个张玉泉理事长跟我们体育署的吕主秘，大家都积极的参与这个活动。也感谢我们体育会大家长郑景洲理事长跟郑凯琳议员，我们都一起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好。那基隆其实是一个越来越友善亲子、爸妈也放心的一个城市了我们现在的室内儿童乐园，我们的道路友善，都是一个好的家庭生活必须的一个城市环境。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打造一个更有爱的一个城市环境。基隆市这次办这个全国幼儿啦啦队非常有意思，而且有500个小朋友来，有1000多个大人跟节，而且我们小孩爸爸市长在基隆也是首上全国的很多7公尺楼上来做幼儿运动的地方，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我们把这运动带不止小孩子亲子活动，希望市长多推广，我们体育会大力支持，让这个活动发光发热，运动人口增加。那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第2届的比赛呢，就有66所单位学校157队选手报名参加。那我相信，在各位的加油鼓励跟支持之下呢，我们明年参赛队伍一定会破100。那参赛的小朋友队数会破200，你们说对不对？好，那特别是我们在基隆市这么有人情味的地方，我们亚洲最爱的城市的一个领导跟支持之下呢，我们一定会有蓬勃的发展。下一届世界运动会也会即将纳入我们竞技啦啦的一个竞赛项目。那跟各位报告，我们的国际综合性比赛
除了奥运之外，亚运之外，我们非奥亚运最高的这个竞技的综合竞赛会就是世界运动会。我们期许我们的选手能够未来进到这个世界运动会，来为台湾发光发热。我们基隆市啦啦队委员会一直是在往下扎根，我们由幼儿园、国小，然后慢慢的国中，甚至到大专院校，我们已经在开辟我们的啦啦队的一个队伍了哈。而且我们即将挤进我们世界杯的一个锦标赛的一个活动，所以期望我们啦啦队越来越棒，往下扎根幼儿、国小、国中、高中，未来。那刚刚听到吕主秘讲的，让世界看见台湾，由我们啦啦宝贝发光发热。在这里呢，也祝福我们今天大会圆满成功。这场锦标赛有竞技啦啦队和舞蹈啦啦队，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奖给获胜的啦啦队伍，鼓励所有参赛的小朋友。而这些来自全国的啦啦宝贝，透过每次的比赛增加经验之外，也达到运动健身的最佳目的，也让基隆这座城市充满了青春活力。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为了要吸引更多人关注反诈议题，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特别与有血乳战神号称的网友郭鬼鬼合作拍片，一起向民众宣传反诈骗。网红郭鬼鬼坐在警局的电脑前，旁边还有一位帅气刑警边问话边打字，但这可不是在做什么刑事笔录，而是在讨论反诈骗宣导影片的脚本。诈骗就是这样，他是被骗到我打电话给他，深信不疑。对，开始相信他，因为他们还有就是通话，然后那他深信不疑是谁报案的？因为他的账户有给别人。拥有火辣身材、机智反应的郭鬼鬼，人气不限于网络上而已，在许多知名综艺节目中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台南市警方看到鬼鬼的荧幕人气，特别邀请他来协助拍摄反诈骗的影片，增加民众反诈知识。我跟你讲，他简直是苦海明灯，而且他老师刚刚跟我说，他有内线消息可以帮我申购哦，现在只要汇款10万就能加入。我刚刚也加入他就封锁我老师人那么好，干嘛封锁你啊？他就问我说我在哪边上班的然后我就传了一张我在警局工作的照片给他看，要他来跟我喝茶聊天，结果他立马封锁我其实之前有跟那个台中市刑警大队有联合做反诈骗影片，然后其实一直对反诈骗这一块特别的关注，所以这一次2分局找我的时候也就义不容辞了。其实这一次跟2分局合作，是因为又有新的诈骗手法出来了，那每一种新的诈骗手法，我都希望可以拍成影片，然后跟我的粉丝讲只要有看到这支影片的，知道这种诈骗手法，就不会再被这种手法诈骗了。所以只要每次有出现新的诈骗手法，都可以找郭鬼鬼来拍影片，告诉其他人。找网红来宣导，是因为藉由鬼鬼的网红人气，所以想说运用鬼鬼的人气来增加大家那个防诈的知识的识别度。所以特别邀请鬼鬼来替我们2分局这边做一个反诈骗的宣导。郭鬼鬼说，诈骗事件在生活周遭时有耳闻，特别提醒大众加强对陌生连结、名人投资推荐等各种可能的诈骗手法，时时提高警觉，避免上当受骗。周边的朋友或者是粉丝常常有跟我说，有被就是小额诈骗，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离诈骗还蛮近的，因为像是最近有非常多的连结点选或者是骗账号骗密码，那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诈骗2个字好像都是那种好几千万、好几百万，然后离我很远。没有，其实大家就是离诈骗很近。台南市警2分局也提醒民众，接到疑似诈骗电话不要紧张，先保持冷静，记住1听2挂3查证的防诈步骤。如果民众接获如果是陌生来电的话，那建议的话就是掌握3个步骤，那就是1听2挂3查证。那什么意思呢？1听就是先听一下诈骗集团他要讲什么样的内容，那2挂就是先把电话挂掉，不要让诈骗集团影响你的情绪。3查证就是拨打我们反诈骗165专线，去确认说上面诈骗集团所说的是否是属实。对，那我们经过这3个步骤的话，就会大大降低你被骗的几率。
台南市警二分局找到了郭鬼鬼合作拍片，希望透过网红的高人气，加强民众对于反诈的关注。你搞懂了没？带你搞懂网络诈骗事。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嘉新闻，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蔡小君，祝您一切平安，我们再会。